大鸟也着石仔惊。狮是百兽之王。有一天，狮王无细字，互人创下罗网张着。百兽听见，都拢围来要救伊。象来到地，想要顶伊的威风，踅来踅去，毋过拢想无啥物计策。熊来到地，切着；虎来到地，吼到亲像雷弹，总是拢想无步来救出狮王。豺狼、山狗、甲肉拢总摇头半天，有会讲着用这步，有会讲着迄步，拢讲拢互风飞咧去，无啥物步通来救狮王。安尼，孤不将着放狮王凄惨死伫罗网里。迄只狮王家己苦切讲：“呾是我的命了。”这时，一只鸟鼠仔来甲伊讲：“大王啊，我好胆讲，你肯互我救你出来吗？”大家看见，拢笑讲：“岂有此理！大只象甲拢总的猛兽都救无法，你这落无命小卒，都敢想要来救狮王？”平素时，狮王太讨肯看这只鸟鼠仔，太讨要甲伊讲话。毋过，若是到这点，伊虽讲是一只皮皮仔只的鸟鼠仔，狮王也不得不救伊。狮王就嗨嗨参讲：“困求你，试看救我。”迄只鸟鼠仔就缩起翕网里，用伊内内的喙齿对网的锁仔，一个克过一个，拢袂亚先。到落尾，咬破罗网，咬到一空足大空。就安尼，狮王倒出来啊！